兄弟跳吗？公益修好了，开始。因为中华民族2022年3月12日，用武功天皇保新大家幸福发心，并建造一年天地之大三大体向外。三大天地有先三观，三观了新君，三千七定今天先信灵，不定人心地，以国大民安，风调雨顺，用来。三大人是家就是观音做高新的第五节是观世对三观对五其中乐护清水天修西路给龙菩萨用完全界太水行分南天中时用法方便之水除了是花中高雅中分也是先行该观音足球正位开始直行入招。主足者先跪下，验有。一香，用在国酒起来，用紧妙妙，用稳当派清洗，这样因功不该，言大众礼。验威，记光。花在关中出不开，玉环清中有台，向斋反对反击，善红出有开，言大众礼。中国运动保新大家圣诞千秋千秋迎三为这个是嘞大会三叫手以后在后不可。一。
一，三百对，三九九，百对，三百不等于这些脚步先水，不手，所以就不手，都是在这个不手，一路先水不手，关起对不手，关起对不手。王医师做是王医师啊，王医师做书记啊，好，头家做已经的注意了，注意啊，已经经验的注意头家。真现任的注意啊，现任注意。调将军，妈妈将军。先现香了，有这暗现香了，来个买叫15个大点的，15个大点的，要这个放。伊早爱遐哦，11点那开始现。11点15。配合一下配合这个配合上班啊有人会配合上班的做事，上班的做事时间嘛对啦。这大，这足大的金的看。这有啥物名称的哦？这大的金这大份的金这啥物名的哦？
伊早佫去参观迄个大庙济安宫遐咧去请水的活动啊，去迄个溪仔边集水溪边啊，迄个上底啊公庙西南边遐，去遐去集水溪边遐咧办活动啊，迄个3更半暝11点外以后当到去遐活动啊，迄讲请水啊，请水活动啊，共款保生大帝。保险大家。对啊，迄车就是员工啦。请水是员工，啊，毋过济安宫大庙服侍是保生大帝呢。嘿啊，啊，请水是有员工啊，员工。迄10月15，10月15。10月15。迄请员工。哦，迄请水是10月15咧对。对啦，迄阵是10月15咧对啦。啊，你想讲济安宫主神是保生大帝，可能拢有做伙坐大桥讲坐大桥做诶。无咱当地讲，今仔无哦，迄主要迄是员工啊。哦，是请水是员工。啊，3月15是保生大帝圣诞。是，3月15是员工啊。毋係3月15是保生大帝圣诞。